大陆男星俞灏明2010年与 Selina 合作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时发生烧伤意外，当时他以肉身保护对方，导致背部4至3度灼伤，全身39%面积烧伤。外传当时他正与杨幂交往，但恋情随着那次意外告终，他甚至因此罹患忧郁症。俞灏明当时遭逢火问，2年后重返演艺圈，脸上必须靠着浓妆遮盖疤痕，外形也从昔日的帅气偶像派变得更加成熟沧桑。2011年时，他曾被曝和杨幂交往的消息，但女方当时名气不高，两人的情事没有受到广泛关注。2013年，他提到感情空窗2年，才让旧情再度浮上台面。俞灏明曾在受访时提到，那段期间的确处于失恋状态，对于那段感情，他认为伤害与养分并存，但是到了后面，我觉得这种伤害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大的，因此影响了往后的爱情观，没有那么容易再那么的天真，那么的无条件的去相信、去爱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伤害。不过当外界以为这个分手的前女友就是杨幂时，俞灏明曾辟谣，称两人只是朋友关系。那天我确实在节目里提到了前女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到杨幂身上，我不希望打扰到别人的这种事，对于女生来说，多少是一种伤害。因杨幂过去的微博全是俞灏明的歌曲，两人常 PO 一些有关思念的文字。他出事当天，杨幂便在微博祈祷，隔天女方就被目击出现在医院放声大哭，更添传闻的真实性。甚至还有爆料指出，许多圈内人都知道这段恋情。俞灏明因为这场烧伤意外，失去了偶像最引以为傲的颜值，不过反倒有机会让观众更专注在他的演技上。他说，经历了烧伤事件后，需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接受现在的我。虽然我脸上现在还有疤痕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活得很坦荡。他也成立了公益基金会，关怀烧伤儿童。对他而言，一直向前看，才会遇到更好的自己。实习编辑斜线郑雨辰。